Hello， 歡迎收睇成才研究所，我係 Aaron， 我係 Alex。Alex 啊，我哋呢排咧每一日即係打開新聞咧，都係戰爭、戰火咁樣樣咯，好唔開心啊！嗬。係見到呢啲嘢一定唔開心㗎啦，但係其實呢一個以伊衝突咧，對我哋中港股其實個影響咧就有限嘅。咁但係我都講啦，咁大家都想可能知道成個事情係點樣。咁6月13號咧，其實以色列就發起咗一個叫做紅絲崛起行動啦，襲殺咗伊斯蘭革命衛隊嘅高層啦，同埋就係一啲嘅核武嘅科學家。咁襲殺方面咧，行動係非常之成功嘅。咁但係咧，佢哋嗰啲導彈攻擊啊，空中嗰啲戰士其實就有少少雷聲大雨點少啦，我可以話。因為其實好多都係啲表面嘅一啲嘅交戰啊，好多其實喺空中已經俾人哋擋咗，然之後又唔係真係摧毀到佢嗰啲核武，即係雖然兩邊都 claim 自己成功啊咁樣，但係其實睇翻嚟講，其實個影響就不大嘅。咁就去到22號啦，美軍亦都介入咗，咁亦都介入咗去攻擊伊朗嘅一啲嘅核武嘅設施啦。咁但係其實佢都好似係淨係用咗五粒左右嘅嗰啲鑽地導彈，但係應該就係唔會掂到佢嗰啲核武嘅設施嘅，咁所以影響都仲係唔係好大。咁大家見到其實金同埋油嗰個價錢嘅喐動都知道，其實呢一個戰事其實嗰個規模其實唔算話好誇張。當然片段就係好恐怖嘅咁樣。咁去到琴晚直頭特朗普都宣布咗啦，就話停火。咁雖然以我嘅推斷咧，都係特朗普單方面嘅一個宣佈或者同佢某啲裡面嘅 party 嘅一個共識，咁但係裡面當然都係有好多嘅小火花仲發生緊，依家仲持續發生緊嘅。咁但係呢件事咧都係會即將告一段落，亦都唔會話可以延續一個好長咁大規模嘅一個時間啦。好，咁同一時間咧，6月18號咧就係陸家嘴論壇啦。咁之前你都有提起過嘅，咁今次有啲咩出台政策咧？係其實 overall 嚟講咧，個市場對陸家嘴論壇咧係比較失望嘅。咁因為始終市場本身預期你6月18號、19號兩日，你一早已經係即係紮行晒馬，就潘功勝又會出場啊！大家有期望，貨幣政策等咗咁耐都未有咩實質嘅舉措喎。咁之前就減咗一次LPR， 但之後都冇乜特別嘢。咁佢哋首先市場會預期減息降準啦，多啲即時嘅寬鬆，即係放多啲流動性入市場嘅一啲措施啦。我之前亦都有講過啲 pledge supplementary lending 嘅一啲嘅有機會會出嘅一啲嘅定點放水嘅一啲措施啦。咁呢啲都係唔見到有嘅，或者甚至乎對房地產方面咧一啲減低首付啊，或者係一啲長期嗰啲按揭嘅貸款優惠，嗰啲都係未有。咁反而佢哋 focus on 咧，佢哋有8個嗰啲叫做金融舉措。咁就出咗嚟，主要都係圍繞住一啲穩定幣啊、人民幣國際化啊，同埋一啲嘅離岸債券嘅改革。咁呢啲都係一啲比較中長期嘅一啲嘅改革措施。咁對短期咧係止唔到痛嘅。咁亦都可能市場就比較失望啦。咁見到其實6月18號、19號兩日開會，咁個市場都係比較疲弱啦，比較弱嘅個市。咁其實咧，我哋仲有6月底一個政治局會議未開㗎嘛。咁嗰個我哋有咩期望咧？冇錯，如果相比起陸家嘴論壇嘅話，我覺得政治局會議呢個會符合期望嘅機會係比較大嘅。咁因為首先咧，政治局會議咧，雖然佢每年都會定期去舉行啦，大家一般嘅譬如散戶投資者啊，或者市場對佢嘅期望或者焦點唔會好似陸家嘴今次咁高。咁所以咧，我認為咧，今次呢個嘅政治局會議咧，佢有機會會將一啲上半年講過會做嘅嘢，點樣去應對國外國內而家暫時嘅一啲壓力啊，例如依家嘅消費低迷啊、通縮啊，大家冇乜消費信心、投資信心又低，跟住外面咧又有關稅嘅壓力啊，跟住打仗方面嘅不穩定性，好多呢啲嘢咧，佢會講點樣將一啲措施去落地，去幫助我哋自己嘅內循環內需。咁呢方面嘅期望，我覺得係合理地可以去部署呢一樣嘢。咁第二咧就係一啲嘅穩增長、穩就業一路以嚟都有提嘅一啲嘢啦。咁再加一個成個供需供應鏈嘅結構嘅改革。咁呢一啲嘢咧都有機會會喺今次嘅政治局會議會提及嘅。咁當然好似上次政治局會議都係啦。咁上次咧就比較聚焦咗喺打貪反腐嗰度。今次我諗多少都會有啲，就希望個篇幅唔好太大啦。咁如果係咁，有冇咩建議部署板塊咧？因為都已經6月底啦喎，半年啦喎，我哋今年。咁依家恒指大概喺24,100幾收市啦，今日。
咁啊，我認為啦，一啲嘅科技股同埋即係 AI 相關嘅一啲嘅公司，其實係需要作為我哋一個核心倉位。尤其是咧，依家雖然24,000幾，但係呢一個上一陣嘅呢個升浪咧，好多都有啲譬如內銀股啊、券商啊、金融股呢啲咁嘅股份咧帶起個指數嘅。某一啲嘅非常之低 valuation 嘅科技股，亦都佢本身個增長又 OK，fundamentally 係靚仔嘅。呢啲公司咧，其實依家仲有一個好好嘅風險回報。咁所以呢一啲公司我反而覺得可以係依家去提早部署。當外資對中港股嘅風險偏好提高嘅時候咧，呢啲會係最受惠，或者反而係板塊輪動下咧會跑贏大市嘅一啲股份啦。咁第二個咧就會係一啲嘅消費同埋新消費啊，或者係消費嘅板塊啦。咁因為始終如果我哋睇緊政治局會議嘅話，佢都係會出一啲政策，例如係以舊換新啊，都係落翻家電啊、新能源汽車啊，或者一啲嘅補貼啊。咁呢啲其實都係落翻消費板塊上面，而呢一啲板塊咧暫時嚟講呢個股價都唔算好貴。咁所以都係可以去部署。咁呢兩個板塊，我覺得係可以比較大嘅倉位去部署啦。咁另外兩個咧就會有一個金融股。金融股其實我集集都有講㗎啦。咁金融股仲可以部署啲，但係就唔建議係最大嘅倉位，因為始終都啱啱都講有機會會有個板塊輪動嘅情況出現啦。咁第四個咧就會係一出口啊或者係工業製造嘅股票啦。咁呢一啲咧都係其實就係部署緊或者係 bet on 之後，如果個關稅嗰度係多啲嘅certainty 出現嘅話咧，呢啲板塊就會 recover 咯。好啊，咁今集嘅時間又差唔多啦喎，我哋下個星期再見，拜拜。